位於鰂魚涌地鐵站嘅旁邊，由宏安地產精心打造嘅 Finny 剛剛就現樓落成，全座物業呢有90個單位，大部分呢早前就已經售罄㗎喇。今日我哋特別安排一次過參觀最後2個高層帶有裝修嘅海景3房單位，完全可以做到拎包入住。首先我哋參觀一個頂層嘅特色單位，實用面積係626尺，3房1套嘅間隔，配搭有超過700幾尺嘅私人戶外空間。最殺食嘅就係一開開門就可以欣賞到好開闊迷人嘅維港海景。而且呢個單位樓底特別高，有4米，令到成個空間就顯得更加通透開闊，仲享有更加多嘅發揮空間。而每一間房間都配備有落地嘅大玻璃窗，可以將維港壯闊嘅海景一覽無遺。最吸引嘅莫過於係主人套房，3面環繞一個超大嘅落地窗，配備一個精巧嘅小露台，通透感十足。發展商更加巧妙咁利用咗高樓底嘅優勢，打造咗一個閣樓嘅工作區同收納空間，既實用又美觀，充分咁樣展現咗生活嘅美學。廚房就連接有一個儲物室，所有嘅家庭電器都已經配備好晒，而旁邊就連接有一個戶外嘅工作平台，再由樓梯行上去就係一個500幾尺嘅海景多功能天台。而由於拍攝嘅時候啱啱就落雨，天色就冇咁靚，相信如果天氣好嘅時候望出去呢個景觀就應該更加吸引。我哋再嚟睇埋另外一套實用面積567尺，同樣係3房1套間隔嘅單位，成個單位完全都冇嘥位嘅，500幾尺嚟講可以開到一個3房1套嘅間隔嘅單位，開則相當唔錯。客飯廳相當通透，而且兩邊都有窗，成個單位非常之通爽舒服，而且做到廳房同向，無論你喺邊個位置都可以望到好開闊嘅維港海景。喺港島區要鄰近地鐵站，其實2房3房嘅新樓供應已經好罕有，仲要享有咁靚嘅維港海景，行幾步就已經係太古坊，返工返學都一樣咁方便。呢一類型嘅供應真係少之又少，有興趣想了解多啲或者想睇樓嘅，快啲聯絡我幫你安排啦。Everybody you back do.